志婷前贤晚安，请问这样有听到后学的声音吗？有的很清楚哦。好，感谢慈悲。等一下9点就诵经了哦。好，感恩。各位前贤晚安，后学是美纯。那我们读经之前，先请各位前贤检查一下麦克风是否关闭。咱各位前贤检查一下，咱的麦克风刚有关起来，感谢。诗婷后学需要心经，感谢。好，恭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1遍。佛说弥勒救苦经，弥勒下世不非轻。灵宝齐鲁灵山地，拈花印证考三圣。落在中原三星地，大正四川王桃心。天真收圆挂圣号，等待时至点神兵。云雷震开雾即土，天下神鬼不安宁。亲在人天中华母，九莲圣教归上圣。天花老母垂玉线，收圆显化在古东。南北两极连宗序，稳圆古册在中央。老母降下通天窍，无影山前对河童。
因而要想归家去，持念当来弥勒经，用心持念佛来救，朵朵金莲去超生，是得西来白羊子，香儿点铁化成金，每日至心常持念，三灾八难不来侵。要想成佛勤礼拜，常持聪明智慧心，休听邪人胡说话，劳拴一马念无声。老母降下真天咒，用心持念有神通，满天星斗都下世，五方列仙下天宫，各方城隍来对号，报事灵童查得清。三官大帝慈悲助，赦罪三曹救众生，救苦天尊来救世，钦点文部接地神，八大金刚来护法，四位菩萨救众生，仅领36员将，500灵官紧随跟，扶助弥勒成大道，保佑香儿得安宁。北方真武为将帅，青脸红拔显神通，扯起皂旗遮日月，头顶森罗七宝星，威震北方为帅首，肃清诸恶挂甲兵，搭救猿人香儿女，火光落地化为尘，四海龙王来助道，各驾祥云去腾空，十方天兵护佛驾，保佑弥勒去成功，弘扬了道归家去，转到三阳弥勒尊，吾皇敕令记下生，收服难言归正宗，来往造下真言咒，传下当来大藏经，婴儿刹女常持念，邪神不敢来近身，持念一遍神通大，持念2遍得超生，持念3遍神鬼怕，魍魉邪魔化为尘，修持劫内寻路径，念起真言归佛令，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佛说弥勒救苦经，弥勒下世不非轻，灵宝齐鲁灵山地，拈花印证考三圣，落在中原三星地，大正四川王桃心，天真收元挂圣号，等待时至点神兵，云雷震开雾急土，天下神鬼不安宁，亲在人天中华母，九莲圣教归上圣，天花老母垂玉线，收元显化在古东，南北两极连宗序，混元古册在中央，老母降下通天窍，无影山前对河童，
因而要想归家去，持念当来弥勒经，用心持念佛来救，朵朵金莲去朝生，是得西来白杨子，香儿点铁化成金，每日至心常持念，三灾八难不来侵。要想成佛勤礼拜，常持聪明智慧心，休听邪人胡说话，劳拴一马念无声。老母降下真天咒，用心持念有神通，满天星斗都下世，五方列仙下天宫，各方城隍来对号，报事灵童查得清。三官大帝慈悲助，赦罪三曹救众生，救苦天尊来救世，钦点文部接地神，八大金刚来护法，四位菩萨救众生，紧领36员将，500灵官紧随跟，扶助弥勒成大道，保佑香儿得安宁。北方真武为将帅，青脸红发显神通，扯起皂旗遮日月，头顶森罗七宝星，威震北方为帅首，肃清诸恶挂甲兵，搭救猿人香儿女，火光落地化为尘，四海龙王来助道，各驾祥云去腾空，十方天兵护佛驾，保佑弥勒去成功，弘扬了道归家去，转到三阳弥勒尊，吾皇敕令记下生，收服难言归正宗，来往造下真言咒，传下当来大藏经，婴儿刹女常持念，邪神不敢来近身，持念一遍神通大，持念2遍得超生，持念3遍神鬼怕，魍魉邪魔化为尘，修持劫内寻路径，念起真言归佛令。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首。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佛说弥勒救苦经，弥勒下世不非轻，灵宝齐鲁灵山地，拈花印证考三圣，落在中原3星地，大正四川王桃心，天真收元挂圣号，等待时至点神兵，云雷震开雾极土，天下神鬼不安宁，亲在人天中华母，九莲圣教归上圣，天花老母垂玉线，收元显化在古东，南北2极连宗序，混元古册在中央，
老母降下通天窍，无影山前对河童。婴儿要想归家去，持念当来弥勒经。用心持念佛来救，朵朵金莲去超生。适得西来白杨子，香儿点铁化成金。每日至心常持念，三灾八难不来侵。要想成佛勤礼拜，常持聪明智慧心。休听邪人胡说话，劳栓一马念无声。老母降下真天咒，用心持念有神通。满天星斗都下世，五方列仙下天宫。各方城隍来对号，报事灵童查得清。三官大帝慈悲助，赦罪三曹救众生。救苦天尊来救世，钦点文部接地神。八大金刚来护法，四位菩萨救众生。金令36员将，500灵官紧随跟。扶助弥勒成大道，保佑香儿得安宁。北方真武为将帅，青脸红发显神通。扯起皂旗遮日月，头顶森罗七宝星。威震北方为帅首，肃清诸恶挂甲兵。搭救猿人香儿女，火光落地化为尘。四海龙王来助道，各驾祥云去腾空。十方天兵护佛驾，保佑弥勒去成功。弘扬了道归家去，转到三阳弥勒尊。吾皇敕令记下生，收服难言归正宗。来往造下真言咒，传下当来大藏经。婴儿刹女常持念，邪神不敢来近身。持念一遍神通大，持念2遍得超生。持念3遍神鬼怕，魍魉邪魔化为尘。修持劫内寻路径，念起真言归佛令。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首。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首。回向文，姓氏江美纯，弟子赵长袁礼，彦如，信女洪诗婷，愿将以上诵经功德，愿将以愿上将以上诵经功功德德回向于张武龙前显。好，稍等一下，连燕如前贤，请你把麦克风关上好吗？我没有关了，不好意思。好，感谢慈悲。好，那我们要再从头。愿将以上好，愿将以上，愿将以上诵经功德，愿将以上诵经功德，诵经功德，
回向于张五龙前贤，回向回于向于张五五龙前前贤，祈求诸天仙佛菩萨祈求诸祈求天诸天仙仙佛佛菩菩萨萨调解患者与他所有有情众生，了解调解患患者者与他与他所所有有有情众情众生，生，无形大德的恩怨，无形大无德形大德的的恩怨，恩怨，令其解冤释怀，令令其其解解冤释冤释怀，怀，身心健康，福慧增长，身身心心健健康，康，福福慧慧增增长，长，助其减轻病痛，助其助其减轻减轻病痛，病痛，病魔折磨之苦，病魔病魔折折磨磨之之苦，苦，得以早日康复。得以得以早早日日康复。康复。南南无无天元，南南无无当来当下来下生生弥勒弥勒尊尊佛，南无无当当来来下下生生弥弥勒勒尊尊佛，佛，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南无南无当当来来下下生生弥弥勒勒尊尊佛，佛，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南无南无当当来来下下生弥生弥勒勒尊尊佛。佛。感谢天恩师德，感谢各位全贤，大家晚安，晚安。好，大家晚安，感谢拜拜。感谢姜老师慈悲，好，美纯好棒，大感家晚谢姜老安。师慈悲，感好，恩谢谢，慧谦的慈悲，晚感恩安。各位点传师慈悲，各位点传师，各位之前联络各位局那长，个回向文哦，各位回讲向文师，那个各位身心健康福慧增长，放在那个早日康复的后面。那个回向文呐、回向文，你那个回向文有那个身心健康福慧增长，放在早日康复的后面。这样知道吗？知道。请让慈悲后学再看，您再看一次哦。好，这样子。硬体，哎，对，感谢好，慈悲。这样好，这样比较顺畅哦。好。好，谢谢，好。感谢慈悲，晚好，安。拜拜。晚安，晚拜安。先生们晚安。愿将诵经有一点点功德也回向弟弟赵天顺，以求仙佛慈悲，帮助舍弟往生弥勒外院，弥勒净土外院。感恩上天慈悲。